关系呀，不知娘娘可肯给予？此辈乃是喜婚之物，是万岁叫哀家好上，岂能死于你？娘娘，你可知吕立辈之意吗？父妃修好。非也，我这里有密信。我这里有密信一封，娘娘看了便自强信。国君好大的胆子，这官司通情报本王错为，就是娘娘，金榜次次进宫，名为虚号，实为实情。此竟是万岁不用，朝廷无能，因此我与金榜老子商定，也令在端阳佳境，有吕立辈作为信号。到那时，我就隐蔽在京，大功告成，江山对分，藐视天下，夺掌千会。这小小刘立辈竟事关江山，这是万岁啥文？娘娘放心，我这里有加倍一张。我们要问杨来没有什么不才，那我的终身，哎呀，娘啊，只要娘子得天下啊！启禀娘娘，孩子驾到，红瑞得不到心上人，快请来，娘。公开自曹云，为征朝廷忠诚心，幸福自然地。此事多用的多操心。其实是娘娘死尽孝心，弟臣告退。哎呦，宣太子进宫司，有请太子。留心。
希望把子生，死求三辈不忘孝，两来无地早死生。许节日，神仙也团聚。
我上身古树的，好去开花这样的，云落雾途江山回，献出自己为家。不枉君生成也报恩生有悔。孽子，竟把我逼昏君，一笑百生是真非。那你不懂，你理不懂。听来公平，来报归。谁来与我黑尘？谁与金榜真光辉？7就万岁！咱要太子大宋江山，何计复成？我万岁灭在一世真宫娘娘的门中，杀得开恩此人可比，我虽年少，压下提刀，这只听他。多谢父皇。是，过去。我就进宫。过去一生也万岁，与你周氏天下，与之他之，当下天牢立之。爱妃，封你为真宫娘娘。来，列公饮酒去吧。
今朝天涯人我人，为守家园为不得，愿父王横要飞，天灭结冰情，哎呀，苍天啊，我茫茫思呀，我自奔。心好想帮忙。这病，那么我就死死为妻不争啊！待我跳进高家，多过这病，再做道理呀！左眼久不见，你就是三关中兵民夫，喂对。
我就杨家的一个少妇丫头，一根棍棒最难杀的人啊！哎呀，这话当初没一根弟弟也是妇女，如今啊，这位拿着雪花针。小姐，世上没有那后悔呀的，你呀也不要后悔了。小姐，你不要羞了，待我把相兄的浓浓的你写完吧啊！
怀高洁，军情为朝廷关爱保举兵，我冒死进宫见我王。我自己拜进世间去，妇女官兵必得起，我跳进血王山
还有阴曹啊，财迷就无从，到那时你就有悔莫及了。哎呀，国君你呀，老他误了母子计，生来带子家母意，儿定送到西，家大送到底，规规矩矩随发心，大定恩的大母亲，大事报答都来不及，真为家亲外上家里迎那三生，哎呀是闹喜，我举一你是为中原一随的，我与亲外上母的，休得啰嗦，我来问你，你家里共有99口人吗？是呀，要是我老弟在家嘛，谁么也不了。那为什么只有94人？啊，哎呀，看我老太婆真是好混对嘞，还有阿儿林新娘夫4个小丫头，陈英，老在这里。是。哎，国君，请问国君，这个亲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啊，堂堂太子真是是女，你真是明知故问，好一个刁妇！哎呀，国君你息怒，老太婆再糊涂嘛，也不会把个男的当在女儿的怀抱，伸张出去，岂不要挖了门风？怎么？我那奉旨修出朝廷亲了，难道是休他不得？来人！是。去你！统统叫他们出来！退部下去回宫，发出来！起来，起来！我问你们，我与东宫太子曹牛啊！哦，那这是叫我去回部下称你。你不要写什么的？我问的是东宫太子，他叫他出来，免得我亲自同许。老夫人，小姐有病，阿妹有病。有病也得出来，好。蔡英啊，夸我小姐出堂。是。家人是谁呀？是我阿儿林新娘。什么？她就是你的女儿，叫林新娘。好，好。哎，她真的是你家女儿吗？哎呀，自个阿伦怎么会不认识你？的的确确是我阿伦林新娘啊。好，好。哎。呀。
的爱儿，小小的姐儿，浅浅的娇儿。苦心一手家儿，藏在他的穷儿，不能生我爱儿。我要邀请出门看看家儿，家儿。嘿，啊！哎呀！
要3把3把一摇，摇摇摆摆进宫来，进宫来。参见娘娘。啊，娘娘，我奉你的意志，已经将那太子擒拿了。万岁，可曾知道？我必尽你娘娘的意志，却肯告诉那个皇帝老头了。太子可曾有伤？娘娘放心，也好毛也没有伤一根啊。未必万岁之心，我倒要问他一问。你快去叫他进宫。娘娘，你我逼清了心机，为的是要达了暗中之地，你可不能虚远啊！才有这一把龙一门，应该是我们要嫁的。我看你呀，我是做皇帝我来来去你本来自从这万有无尽长往就在毕竟又是正烈松，倘若太子图真相，你我定然将命送。还在多少年老他在那太到了你什么？经过你他们留下孩子，到不是已经将他命送宫廷之中不可操持，那么以娘娘之见，不要将太子。你有这把握吗？好，即使是娘娘自己小心，毕竟我们也要那媒人儿问婚去了啊！要你两家势不两立，你怎不娶他家的女儿？这要是容貌出众，万分什么冤家亲家呀！那你也该先去复明，再去认亲。是银子，了，随我女子将带一太子带进宫来。娘娘有事将带一太子带进宫来。
生功少情人，也想你，亲娘你啊也伤心，只要你随心撒花随我情，我定做娘亲什么宝
一道，你自以为作为一人如此。陛下，万不能结果无啊！儿臣结果父王万岁。都，他对女子以身为荣，只有生对抗生命，死时才能给到无罪。万岁息怒，实在臣妾以骄傲于他，如今太子是头感谢必。万岁，你就快有他这言凶喜定察而不杀。父王，我不在亲生子，何况你父王身亡母亲人，总在儿人埋下长功在。也因为女儿不知岂有等，要令一时何作戏？怕只怕宋氏江山要一变心。万岁！太子好比欧长江，太子好比江河，两轮红刀望飘飘，跟出子也不发气，心人爱妃，此事是你自调仙女所起，你何故反替他求情啊？万岁！上言道，他们不计小人苦，实在臣妾问过清楚。那个太子是就在所在。是啊，是啊，如今太子已自在人处，这是臣妾我也不愿全身之恩，被人出马，故所以万岁，虽为生命离。定不轻赏。儿臣不过。啊，
越宫多宫太子为公去吧。谢母王。为故去，谢公母语。二人谢公母哎。
呀，你我几人夫妻，还怕什么难为情？总不能这样数着等到天亮啊！嘿嘿，我们来请一杯交杯酒，这种应该的吧？对呀，今天乃是大喜之日，这交杯酒是要喝的，要喝的。好，既然小丫头敬国酒业3杯，所以嘛，让我家小姐亲自为国酒业发展。小姐，你说好吗？好，哎呀，姑爷，姑爷你早就应该这样教我的了啊！我敬姑爷3杯酒，做你们恩爱可亲到晚生，3年老不用心为，做你不做人家龙小丫头，那因故巧子实在点，在此我心里落雨，3月龙该不要人，我也就不讲你你酒3杯，人生得对，那再饮1杯。哎呀，好口才，要赢，要赢啊！哦，来，好，娘我也来敬每个人1杯。不，今天啊，我应该叫她一声娘子啊！娘子，来，对了。要压得斯文一点对吗？啊，娘子，娘子。草牛岭，我金夫绣着上西里，玉英拜见娘子面，我才亲自讲离句，时常情怀爱你在，又看在你肉面不在见，你该是我老伴
人啊，你为我再三不开口，我苗家好夫天下称第一，其珍其宝，样样该是黄金屋，自的万月女，骑的高头马，乘的龙凤驹，吃的三珍皮，穿的玲珑裙，金子戴成衫，真子成八口。万有才家园，好比他我在当山，有理的真为在他，世事重大要再去。七方八景一托远阿夫君，阿夫君呀，乃是金邦的镇国之宝，自是真经难与共啊！用它饮酒啊，真是千倍不罪呀！雕刻进宫，果是奇珍。阿哥君，可非私意奴家？不，这铝杯我还要用它，不能给他。哥君，你难道对我不放心吗？不，那你为挖到这边不往下讲了你？哎呀，美人，你不要生气嘛！我是谁？哎呀，你说你快啊，事有不中，我们来日方长。哎，美人，下次再谈吧。哎呀，你这个小丫头，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你？那我要背过小姐呀！你小姐没有我过去也在此。哎呦，你在这里做什么？还不与我下去？哎，小姐下去，小姐下去。哎呀，你与我下去。
莫胆怯，莫怕死。要离我家乡迎接那月圆。我家先生的满意想法，我看你要天灵宝贝一个当元，两岸人间双手母相，倒有归人之乡啊！呀，没人让你想的在，我想得真啊！我想日语啊，想日生我是要做皇帝的呢。好，才有我做了皇帝呀，我就封你为真宫娘。你又要封我嘞？一只小小琉璃杯都不肯接我，不要是真宫娘娘。不，这些才是冤枉啊！你不信，喏，我可以代天发誓啊！哎呀，好，美人，你不要生气，来，我去等你，才死得了吗？啊！这一张琉璃杯啊，乃是我与金宝联络的信哦，联络信哈，这个下你总该放心的。这个小路口真的放心了。哎呀，那真好。我这样，我来敬你一杯吧。不，夫君。不，现在切不下。哎呦，好。夫君，我们的上帐来吧。哎呀，美人哪怕是你是马虎，我也要听。
去东楼家。
仔细，为什么你心中爱我恰恰无味，在不王面前弄死啊？为什么你世人要被诬告我，要对我落得财命之死的？为什么你说是不去烧天牢，斩草除根呀是头气？娘娘你讲的好理解，牛令把身心都交月下少林，娘娘，你为何不在朝阳正宫，却来到太子的东宫啊？什么东宫正宫，还不都是王宫？哎，啊，国君，你的谁？是被那林仙娘刺伤的。哪个林新娘啊？就是林中兵的女儿林仙娘啊！有林新娘有个就无缘无仇，为何要刺伤不救你？天下娘娘，公子那的天下，中兵不应安房间林新娘，我举名万岁就是婚。想不到林新娘，她不舍得就用爱下宝剑将我伤，我劝娘娘配做子，举万岁让她见娘就这等事情，待我奏明万岁，要将那林新娘埋门草斩，与国君血恨。请娘娘。娘娘过久，不想林新娘尽管在花烛之夜刺伤堂堂过久，其中另有缘故，依我看来，你看怎么样？依我看来，事情上面查明之前，先不要惊动万岁，免得当朝惊悚。此外，就有谁去审理？那么本姑娘为娘娘要劳，这桩案子呢，就交请我来审吧。这区区小事，我老偏心了。本姑娘为国舅着想，如此看来，国舅对我还不放心。这地下女为国舅操心，这也难得。这是你我之事，来日方长该是再谈。今日们先替国舅报仇要紧啊！是啊，是啊。为公宋娘娘，宋娘娘，宋娘娘。国舅，林新娘言在如此，现在宫门外女子，请国舅一旁接生，来呀！呀，将林新娘带上来。啊！
孩子，我来问你，你信不信这个刁木的话？哎呀，国舅啊，你们是当当的国舅，哎，要是我不忘得宠之人，我怎么会去听他的呢？我看他一定别有用心，对，一定是学他母亲临终兵的姿势啊。都大胆领先啊！尽管与你母亲串通，又想为王传位，台湾要冤枉国舅这个大好人，你给哪无罪啊？我应该将他斩了。来呀！有将兄
东宫。哼，这是东宫，不是你我舅父。兄妹林新娘一切由我做主。来呀，将兄妹带下去。是。
进宫。万岁！奴婢如此大自尊，他怎么不来呀？娘他怎么样？娘生于红娘难闻中。怎么？他也有病了？平等好心强。针对孤王之好，我不妨冲他一掌。待等对阳将尽，孤王龙天康复，一哭一抱而不了。即使此，不用惊动娘娘，不用宣朝。是太子进宫。启奏万岁，太子进宫请安。哦，难道往日领袖宣他进宫？是。太子进宫。
苦情深。王子真呀。我身在苦，时光忘不了，我是他子少有无人那个是我儿。好，是你们无人，是说讲了。我姐夫啊，你快讲吧，你讲。哎呀，小姐你呀，你哪里来的小姐啊？百岁。我乃是重病之女刘仙呀。女白内照，内查高，我从开始有生命，谁来与我推陈万岁，再不得，再不得！大姑唐代的主君王。你刚才不是请客时来的吗？难道是君无喜也？君无喜，再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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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不得，就再不得。我想讲，讲啊，不枉啊！要是兄妹重写信，实际也不鸟领，要比无耻来了情，过去狠心天老门，幸亏口才能行，你帮我也难不做事。万岁，我有一门亲，我是帮太子去打针。妇女在明里得亲，跳进他虚妄才一生。过去带兵守徐来，太子出此乃兵人，新娘接中他自身，一生相求我愿意，嫁我给赵云新娘。我管太子赵月里，一家论真情了娘娘亲。人家怎么样？
明白了。啊，父王，多样家亲，苗国就与金宝背给相行离痛吧。那是也就给你两位死神啊70万岁，太子是言要早做安排。是怕的事，一本必会，随孤王圣旨。只是没有孤王的女婿，任何人不得封杀。是。方才之意，要是你们皇圣，莫怪孤王无情事。父王，保持苗国去直接跳江。是因李正龙亲疏之心，不许他进宫。领旨。好，就早进来。那您生的，您生的，您家的生的家的，
就不做那妙玉龙李子父王，他我是有道理。刘新娘，你女扮女装有欺君之罪，就太子有功，受你负责。是吗？被林新娘为公，更为女仆。万岁！挂灯结彩，点起龙宫画中，替太子换婚。